有民眾是發現這彰化市的向陽停車場呢，這草啊實在發了傷懸啊，那影響到人停車，同時嘛有可能會來秘抓。結果這管理單位呢說講，因為即馬是舊曆7月有禁期，所以是袂當扣草的。後來市公所是出面來駁回，講這有可能就是個人信用的關係，目前已經安排廠商趕緊去處理。來到停車場要停車，但是邊仔這排停車格塗骹草啊發甲真懸，根本看無格仔線佇底。有民眾發現彰化市的向陽停車場草啊生甲真懸，毋但停車無方便，嘛驚即馬熱人會秘抓，也是生蠓蟲。但是甲市公所反映，承辦人員竟然硬講，即陣舊曆7月有禁期，袂當撲草啊。回應佇網絡引起討論，有民眾表示毋捌聽過這款講法。而家7月時啊，袂使出草。我捌聽過這個問題。其實我之前車停在這裡啦，然後這草其實很高，這些其實是我用輪胎壓過的，當然是蠻瞎的。如果你農曆7月不能除草，那你什麼事情都不能做啊。市公所拜三出面駁回，表示因攏有定時安排廠商撲草啊，不過可能是這陣啊連續落雨，地勢草啊發真緊，已經趕緊叫人來拍草。針對公所人員的回應，市公所表示這可能是個人信用的關係。因為這2個禮拜來連續的下雨。一下雨之後，草又長得特別快，那無所謂的軌跡不能打掃，沒有這種事情。這個職員的回應相當的，我覺得是非常的不當，我們要適當的處分，應該要及時有人反映，就應該及時來除草。市公所表示，已經派人來拍草，針對公所的公共服務賣檢討，後手會要求公所人員，若接到民眾反映問題，就要隨處理，這會維護公共環境甲衛生。記者楊淑靜，中華報道。